大理洱海西岸風光。今日係旅程嘅第5天，早上完成昆明斗南花市嘅參觀之後，我哋開車西進向大理進發，路程有330公里。下晝4點半，我哋抵達大理洱海南端，我哋所預訂嘅酒店維也納酒店大理洱海公園店。到咗洱海嘅南端，我哋決定沿住洱海嘅西岸向北玩上去，於是就預定咗第2日嘅酒店係麗峰酒店大理古城店。結果我哋喺麗峰住咗2晚，之後再喺北邊嘅喜洲古鎮附近嘅喜洲友海酒店又住咗1晚。我哋一共喺洱海嘅西岸玩咗5日4晚。所住嘅3間酒店各有特色，各有不同嘅體驗。維也納酒店位於洱海公園嘅牌坊之內，換句話講，酒店位於洱海公園之中。我哋嘅房間喺1樓，即係同路面同一水平，開窗就見到馬路，馬路對出就係洱海啦。房價係253蚊1晚，包早餐嘅。喺大理古城住嘅係麗峰酒店，我哋喺攜程訂係344蚊1晚，之後同酒店直接續訂多1日係339蚊，平咗5蚊。我哋係下晝3點入住嘅，房間喺1樓，卻又比地面花園高咗半層。房間係比較狹小嘅，好彩坐喺房門口嘅藤椅可以直接望住一個精緻嘅水景花園，環境相當唔錯。我哋係第1日下晝3點將車泊喺酒店停車場嘅一個角落頭，晚上先至發現呢個小小嘅停車場竟然停咗超過30部車，泊到完全係冇通道。再遲1個鐘頭去睇，連出口都泊埋，所有車都冇回旋嘅餘地，咁樣都發生到，簡直神奇。第2朝去睇，車走咗一部分，但係我嘅車仍然喺死角，要出車仲係好有難度。到下晝，趁大部分嘅車走咗，我太太就將我哋嘅車移到去一個出口旁邊有利嘅位置，方便之後可以離開。第3間酒店喺北邊喜洲古鎮附近，我哋係住呢一家酒店喜洲友海。去呢間酒店嘅路途係有啲曲折，我哋嘅車要從大路駛入一條狹窄嘅村路，起初喺一大片麥田，後來入到村大概都行咗2-3公里，入到村路就更加狹窄。快到酒店嘅時候，遇到路邊有車停泊，搞到路面更加狹窄，幾乎去唔到酒店嘅。終於嚟到酒店啦，先至發現環境好好。酒店係位處海邊嘅，有一個寬敞嘅停車場。酒店前面有一個休憩嘅地方。我哋嘅房間喺地下嗰層，房內裝置一般正常。房門口有個圍欄，有一個飲茶嘅地方。房價1晚係265蚊。大理著名嘅景點係蒼山同洱海。我哋唔係太中意行山，所以喺大理呢5日之中，只係粗略遊咗蒼山1次。登蒼山有3條索道嘅，我哋就揀咗錦通索道遊咗1次。旅程第7日嘅早上10點，我哋嚟到蒼山國家地質公園門口，我哋買索道票，每人係100蚊。穿過牌坊，我哋入園啦。索道下站嘅位置係海拔2260米。呢條索道長度2.6公里，將會爬升到海拔2550米。回頭下望，可以見到朦朧嘅洱海。坐咗10分鐘，我哋就到達上站啦。我哋步行去一個景點真龍棋局嗰度打卡。我哋又去睇青碧溪，要行一條好長嘅吊橋。
南中有一個水上觀音，好多遊客喺度拍照。之後我哋沿路返回，登上下山嘅吊車。教育中心一直固定有6達申請台北市政府補助嘛，自己呢報道啊，就新聞看你睇下彰化那個。返到景區嘅門口，完成蒼山嘅旅程。我哋住喺麗峰酒店2晚，當然亦都有步行去大理古城遊覽啦。麗峰酒店嘅職員向我哋介紹咗古城裏邊5個必遊嘅景點，我哋就喺地圖上記低咗，跟住嚟遊覽啦。大理古城第一個景點係南門樓。其實古城附近嘅街道，亦即係麗峰酒店一帶，係開滿櫻花嘅。南門樓當然唔例外啦。而晚上嘅南門樓係更加迷人。穿過南門，走入古城嘅街道，我哋揾到床單廠所在嘅街道啦。原來所謂床單廠，而家係變成床單廠藝術區。我哋上到2樓視察。其實都係一啲賣藝術品嘅商店。我哋睇咗一陣就離開床單廠啦。然後我哋去睇紅龍井。紅龍井附近就係五華門。我登上五華門嘅城樓，俯瞰古城嘅街道。最後參觀大理天主教堂。天主教喺1873年傳入大理嘅，建立咗早期嘅教堂。其中法國嘅田德能神父喺光緒30年引入咗咖啡豆，首次喺雲納種植。目前嘅天主教堂喺1932年建成使用，係中西合璧嘅建築精品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虎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洱海從南到北長42公里，沿住洱海嘅西岸，差唔多每隔幾公里就有景點。我哋用咗5日嘅時間，從南端嘅洱海公園開始，一路向北玩上去，包括龍坑碼頭、財村碼頭、盤溪 S 灣、洱海最尾1公里同埋喜洲古鎮。洱海公園。龍坑碼頭，我哋開車嚟到龍坑碼頭嘅停車場，泊好車就遇到一個觀光車嘅司機，佢又兜搭我哋，話可以載我哋去海邊玩，2個人收費20蚊。我太太覺得 OK 就上車，結果佢載我哋穿過一啲小街巷，唔使5分鐘就到咗海邊，叫我哋落車去玩啦。我諗翻轉頭，覺得唔係好抵，因為如果自己肯做下功課，花啲時間去查下高德地圖，大概自己步行10分鐘都一樣可以去到海邊嘅。我哋先到呢間禪岸坐低飲咖啡，我哋揀咗一個對海嘅座位，咖啡係48蚊一杯，咖啡係貴嘅，但係風景卻好好。
我哋前面就有新郎新娘喺度影結婚相。之後我哋去行紅杉樹沙灘。我哋行下行下，行到龍坎古道，即係龍坎嘅舊碼頭。附近有呢條愛心網紅橋。財村碼頭，我哋打車到財村，落車之後行100-200米就到達海邊啦。我哋沿住海邊散步，飛鳥、水鴨同埋樹嘅倒影，構成一道美麗嘅風景線。盤溪 S 灣，今朝我哋開車嚟到盤溪 S 灣嘅停車場，步行穿過一條村落，牆上提示去有風嘅地方。村路上放咗好多有彩色花朵嘅單車。我哋嚟到海邊啦，見到好多人踩單車喎。盤溪 S 灣遊客多，單車多，海鷗也多，比較熱鬧。我哋喺回程路上又見到一堆單車迎面而嚟，好似要同我哋送別。洱海最美1公里，所謂洱海最美1公里喺高德地圖上係可以查得到嘅，而具體位置係喺灣橋鎮古生村，屬於洱海生態走廊嘅一部分。我哋開車嚟到，喺停車場泊好車，就開始遊覽。見到路上有人踩單車，有人騎電瓶車，有4個轆嘅電動車可以租，我哋就睇一睇，按金300蚊，半小時租金係40蚊，我哋就掃碼租嚟玩啦。我老婆負責開車，我就負責拍攝。
我哋玩咗30分鐘，還車之後個租車 app 秒速退翻260蚊俾我，即係扣咗我40蚊車租。跟住我哋喺呢間溪遊記民宿飲咖啡休息，2杯係55蚊，非常 hea 嘅喺度欣賞風景，完成呢一段嘅行程。今日係我哋喺義海西岸最後一晚，我哋下榻呢一家喜洲有海酒店。黃昏時分，我哋沿住海邊步行20分鐘去食晚飯。義海海邊嘅景色的確迷人。我哋步行欣賞景色，而呢度嘅居民坐喺長椅度欣賞。我哋嚟到呢家聽風戀魚白族私房菜食晚餐，之後沿路返回，見到黑暗中耀目嘅酒店。今次我哋開車去義海最後一站，去喜洲古鎮遊覽。我哋喺喜洲古鎮嘅北遊客中心停車場停好車，我哋就步行入鎮，路邊開滿櫻花。遇到一個開觀光車嘅師傅，佢可以載我哋去遊覽8大景點，開價50蚊。我哋想慳時間就上車啦。我哋先後睇咗呢個小馬場、紮染坊、喜繡坊，有幾個學生喺度練習繡藝。呢個係課程表，呢啲作品有標價錢。呢幅孔雀畫用時320天，價格係35,000蚊。呢一幅平一啲係22,000蚊。呢個喜洲客廳係清朝時期楊煥南嘅大宅，係200多年前嘅建築，目前仍然保存完好。現在作為餐廳，亦都售賣茶葉。呢個天工坊裏邊展示好多木嘅雕塑作品。呢個係原房子，係喜洲商人楊余軒嘅住宅，建於1945年，融合咗白族建築風格同埋西方嘅建築結構。最後，我哋嚟到電視劇《去有風的地方》嘅拍攝場地打卡。最後呢位師傅車我哋去停車場附近嘅呢一間喜小廚私房菜館食飯。成個行程每一個景點佢都俾我哋盡情去遊覽，冇時間限制。佢陪咗我哋差唔多2小時，我感到非常滿意。於是俾錢嘅時候，我加多咗10蚊，以表示感謝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離開大理，開車北上，要走135公里向麗江古城進發。